台中台里立德里的一大社区，因为树仔是发甲真大丛，所以鸟仔会来遮生炭，会来遮做收。当地人就怨讲，透早到透暗，鸟仔叫声有够吵，而且鸟仔屎嘛造成因的困扰。所以公所对顶个月开始有派人去剪树仔，毋过剪树仔行为引起保护树仔的团体不满。真侪鸟仔伫树仔顶发出真大叫声，吵居民真困扰。台中台里立德里19家附近住户，长期互鸟仔吵甲是真艰苦。的大楼跟这边的住户啦，每天凌晨4点多就会被我们八哥鸟叫醒，到晚上的5点到8点这段时间，八哥鸟是吵杂到根本没办法睡。居民讲，这个鸟大部分是外来种的家庭，早叫暗嘛叫，还有真侪摆设物，互停伫树仔开车甲涂骹拢被染做白色。真侪摆向公所陈情，公所伫顶个月底开始加落树，所以引起护树团体质疑，加了伤过头。那你既然是要择一，那你怎么会把它最珍贵，就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就这样砍掉？那你等于就是不要这些树在这里的意思，不要鸟在那边栖息。应该也有其他的方式，而不是直接把树砍掉这样子啊。粪便呢影响了周边的环境卫生，那民众也一直在澄清的，也不能去扑杀鸟类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修剪树木，就是让它栖息地比较少一点。公所表示，这是每年例行的修剪，好人是为了赶鸟仔，护树团体是积极。树仔收过头可能会会死亡，这个鸟仔也只是飞到其他所在，根本无法度解决问题。市府农业处表示，今年8月伫淡水区已经用雷射光的方式来赶鸟仔，已经有成效。这目前还是在一个试验的一个阶段。至于说我们连续照射几天，可以让这些叶栖树将来都不会有那个八哥鸟停歇，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。农业局表示，这项计划经过连续3天的测试，效果真好，会赶紧对台里区有鸟害区域来实施。不过，要安怎避免影响社区的居民，还有效果会继续偌久，可能要过更较侪测试才能确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